各位聽眾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寶咧就想講下澳洲嘅白澳政策，同埋佢哋呢個530億嘅教育產業。咁之前我哋都有傾過話，唔係啊，澳洲其中一個可以諗下嘅，即係高增值出口，咪就係佢哋嘅教育產業咯。咁但係其實原來咧最近有個報告就發現喺澳洲入邊係有70%嘅人咧都曾經有呢個所謂被歧視啊，而呢份報告都話，喂，其實呢個咁普遍嘅情況，究竟係咪一個根深蒂固嘅問題咧？咁同埋即係好似呢啲留學生就一定係外人啦。咁如果你一個咁存在住普遍歧視嘅一個情況，一個地方，你究竟有冇可能即係發展一個對外輸出教育產業呢件事咧？咁啊，揾埋大寶一齊傾啦。喂，大寶你好啊。Simon 你好，各位觀眾聽眾大家好。嗱，呢一份報告咧就係澳洲嘅人權委員會發表嘅一個叫大學種族歧視研究。哇，講緊咧係佢係訪問咗澳洲42間大學，76,131個嘅 sample 參與調查，就去發現咧，即係澳洲嘅大學裏面咧就存在住非常之嚴重嘅種族歧視啦。佢講嘅咧，即係講一個數字俾你知啦，係即係70%嘅受訪者咧，佢係親身經歷或者目擊呢個種族歧視嘅發生嘅喺大學入邊。話呢一個咧，即係 Simon 啊，我同你都係做過留學生咧，即係我唔知啦，你喺美國嗰度嚇，即係非常之風涼水冷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即係有好多經歷過啲種族歧視，唯一係種族歧視人嘅 case 咧？我諗翻我當年其實喺大學入邊咧，即係我間大學又比較progressive 啲嘅，咁一來就好早啊，即係我讀書講緊90年代咧，就已經係好覺醒噶啦，好屋噶啦，咁所以喺校園入邊咧就絕對係冇咁樣嘅經歷，反而係我哋呢班留學生咧就種族歧視啲本地人。即係例如 project，我哋都揾邊啲人埋班即係做 team 咧，大家忙都會揾下即係啲留學生自己會組隊，因為我哋組隊咧嘅嗰個 productivity 我哋自認係比較高啲嘅。不過呢度又要少少補充，其實呢個種族歧視咧，我哋嘅逆向種族歧視歧視佢哋咧，有陣時都反映咗我哋嘅眼光問題，因為你話本地人係咪真係冇咁叻咧？即係呢個亦都係我而家時時同外邊啲人講話，你覺得本地人啲數學唔好，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幻象，因為喺美國呢個地方，由於你拉勻計，梗係一般學生嘅嗰個好似我哋話各種嗰啲education attainment 啊，即係佢哋嘅嗰個教育得出嚟嘅結果，好似係冇我哋亞洲學生咁具競爭力啦。咁但係原來叻嗰啲咧係可以好叻嘅，即係精英嘅亦都好精英。咁我唔敢話自己間大學好精英，但係有啲憑實力去考去我嗰間大學嗰啲本地學生，其實佢哋係叻。咁所以其實就種族歧視係喺嗰個好虛幻嘅地方係唔存在。咁有幾個原因，即係本身已經篩咗一陣，你唔係話咩人都可以入去讀㗎嘛。咁變咗你最終咧，其實喺嗰個咁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已經篩選過嘅一群人入邊咧，個感覺係會好啲啊。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啦，即係有啲地方你即係只要離開咗個校園出咗去啦，你就見到另外一個世界。咁所以當我睇你呢一個題目嘅時候，我諗喺校園入邊嘅種族歧視，咁呢個就真係幾奇怪咯。呢個我諗大學都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嚟嘅，咁澳洲就自從戰後啦，甚至乎即係1973年維特蘭政府取消呢個白澳政策之後咧，就主動去即係拆牆鬆綁，然後佢即係俾好多啲唔係歐裔嘅移民咧入嚟啦，所以即係大寶都識得好多啲即係馬來西亞、即係東南亞嘅啲南洋嘅華裔咧，就喺嗰個年代咧就移民入嚟，又跟住我識嗰啲咧已經係第二代嘅。講翻即係澳洲大學
咧嘅，又唔可以講歧視啫。即係大寶讀大學嗰陣都係啦，即係 group project 就係會埋班噶啦。咁啊，同埋其實咧，即係你就算係香港嚟嘅咧，留學生同喺度大嗰啲咧，即係可能細細個幾歲，即係中文都唔識多幾隻字喺度大嗰啲咧，其實已經有隔膜噶啦，即係文化上。所以咧，你見到一個 canteen 咧，即係啲香港嘅留學生咧坐埋一邊啦，係 local 大嘅咧坐埋另外一邊啦，係冇交集嘅。係後來咧，即係我哋已經去到，我諗去翻去最近幾年前話，咦，大家相認翻，喂，你同一間大學㗎？係啊，同一科啊。喂，嗰個 canteen 啊，喂，我咪同你嗰個年代，我坐喺最遠最遠嗰邊，然後跟住你坐邊啊？我坐另外一邊咯。咁呢啲就係、即係我講又唔可以講歧視嘅，即係叫道不同不相為謀啊，或者即係唔啱傾咪唔玩咯。但係即係你講話，政府要即係搞呢一個消除歧視，即係當然口號好響啦，但係人心係點諗咧？即係你有歐裔人士去歧視啲亞裔，又或者調翻轉啦，亞裔自己都互相歧視啦。就算頭先我哋講嗰個 case 啊，香港嘅留學生同香港嚟澳洲長大嗰啲，都可能有啲都唔妥啦。即係口號講得響噶啦，做唔做到咧？陣間我哋再分曉。係啦，咁呢份報告入邊仲有冇啲即係你其他嘅，你覺得即係都幾令你詫異嘅 observation 咧？嗱，我覺得詫異嘅 observation 係即係首先個總數啦，70%人係曾經經歷過學生啊，曾經經歷過或者目睹有呢一個校園種族歧視發生。嗱，我哋澳洲最大嘅產業你都講啦，即係海外留學生啊嘛。咁啊，根據呢一個澳洲教育局嘅即係教育部嘅資料咧，2025年10月啦，4個月之前咋，嚟自泱泱大國嘅留學生咧已經有19.2萬人啦。嗱，你乘翻70%啊！成翻70%，即係話你淨係呢一度講緊有13萬個泱泱大國嘅留學生喺校園目睹過或者自己俾人歧視喎。我仲未計啲嚟自南亞次大陸啊，呢排又多一啲係南美嘅即係留學生，佢哋全部都受歧視，再加啲巴勒斯坦啊，或者你係信奉穆斯林啊，即係全部都有晒歧視。喂，真係一個你話係呢一個文化大熔爐咧，其實變咗係歧視大熔爐啊！真。其實頭先講我衍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目睹被歧視嗰啲人，即係包唔包括本地人啦？我唔知佢有冇咁細分啦。第二就係被歧視嘅人究竟係乜嘢人？即係我唔單止講個族裔喎，因為喺個校園入邊唔係淨係學生噶嘛，你仲有教職員嘅，教職員人數係好多喎。咁究竟係即係乜嘢人被歧視啦？第二就係嗰啲即係話親身經歷，意思就係睇到人俾人歧視都係歧視咧。呢啲表示有歧視情況嘅，會唔會亦都包埋？即係個70%人入邊會唔會包埋係一啲本地人？即係例如，如果你翻去我問我以前間學校嘅同學咁啊，你覺唔覺得社會有被歧視有歧視嘅問題？你有冇親身見過或者親身經歷過啊？我估可能得出嚟嘅答案都差唔多，但係因為你知道呢種咁嘅文化，其實某程度上都你係將一個主觀嘅感覺轉化成一個客觀嘅數字啦。咁但係背後都仲係一個主觀嘅問題，就係你嘅感覺啊嘛。咁可能人哋做啲嘢又唔係真係出心去歧視你，例如我最簡單飯堂嗰啲嘢食。咁啊，可能以前大家冇咁意識到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嘅飲食習慣，咁所以可能就飯堂嘅嘢食可能就有陣時有豬肉啊，有啲唔下拉嗰啲嘢啊，有啲唔 kosher 嘅嘢食啊，咁可以係咁嘅喎。我有個 cheeseburger 喺度，咁然之後你就話你係咪歧視我哋啲猶太人？可以係咁。係啦，又或者拉馬丹嘅時候咧，係咁整呢個豬肉 barbecue 咁樣係嘛？好啦，嗱，其實嗰個嘅調查係咁樣嘅，個調查啦，我講緊76,000人啦，咁啊，佢首先咧，佢係會分唔同嘅，即係資料篩選之後咧，就會分唔同嘅族裔啦，唔同嘅宗教信仰啦，你係學生咧，定係你係教職員啦，佢其實都分得好清楚。我哋講緊70%人目睹過或者受過歧視咧，就係所有學生加教職員。
嘅。咁同埋分咗族裔啦，咁佢亦都係好即係個報告咧，好 specific 咁樣咧，就分唔同類型嘅人咧，再去有啲高高低低嘅，即係有啲咧就俾人歧視得多啲嘅。咁有啲係少啲咁樣啦。咁好啦，Simon 你講嘅30%人咧，我諗咧即係好似啲我哋成日講香港啲男朋友咁咧，可能咧真係視而不見，我睇唔到我係白人係嘛？即係我周圍嗰啲白人，我睇唔到有人歧視人或者有人俾人歧視。咁因為個圈子嗰個問題啦。我哋頭先講啦，總計係70%人啦，有一啲嘅族裔咧就其實係好多嘅，例如咧係巴勒斯坦嘅朋友啦，即係無論係教職員又好或者係學生又好啦，都係備受歧視噶啦。你可以話佢 sample size 細冇問題嘅。同埋猶太人啦，即係信猶太教嘅或者係世俗化嘅猶太人咧，都係俾人歧視得好多嘅。東亞啦或者東北亞，即係嚟自泱泱大國嗰啲咧，其實嗰啲歧視都係有喺度，亦都唔係低嘅喎，即係7至8成嗰度。另外教職員咧都有一啲咁樣嘅，即係資料顯示咧，就係教職員咧係譬如有穆斯林嘅教職員啦，或者係科研人員咁樣啦，佢哋嘅表示咧係有45%咧係受到直接嘅種族歧視，仲要高過穆斯林嘅學生。另外咧，即係佢哋嘅教職員咧就話有1/3咧話佢其實冇得升嘅，因為佢係穆斯林啊。話呢個咧，我覺得係有啲對照緊咧，即係同樣都係澳洲嘅人權事務委員會嘅2018年嘅一個關於澳洲上市公司 ASX 同埋啲政府嘅即係嗰啲幕僚啊、官員啊，究竟有幾多係非歐裔或者非英裔嘅人士嗰個咧？其實兩個報告咧相隔咗7至8年咧，其實真係冇咩改善嗱，甚至乎去到我哋講我哋即係寫呢一個 Upheaval 嘅呢一個大文啦，即係 Jared Diamond 嗰本嘅講澳洲，佢都偏幫咗一個美國人偏幫澳洲。其實澳洲個 national identity 係乜嘢咧？由惠特蘭取消8號政策1973年到依家53年啦，好似澳洲人都仲未搞得清楚，其實澳洲人個 self identity 係乜嘢？因為你如果個 self identity 去做得到嘅時候，咁你先至可以叫做提供一個養分啊，提供一個土壤俾你去即係消除歧視啊嘛。我諗呢個都同即係一個歷史嘅緣故有關嘅。即係頭先你提出嗰個時間點啦，1973年啦，世界都係處於一個好動盪嘅年代啦。但係有一點，我覺得好多朋友可能就未必係咁留意到嘅。呢個我覺得亦都即係我哋香港亦都係一個前英國殖民地咧，亦都值得去諗下整個大英帝國歷史入邊咧，呢一幕係幾有趣。因為如果你睇翻咧，我哋以前有樣嘢叫英聯邦噶嘛。咁簡單啲咁講咧，就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英國就唔再係一個帝國啦，即係日不落帝國就點最終都要承認自己唔再係一個真正嘅帝國。咁尤其是係去殖民地運動之後，咁當時英國就諗不如我哋繼續維持一個叫英聯邦嘅制度啦。咁一睇聯邦中文真係譯得好好啊！即係喺英文咧。平時我哋理解嘅聯邦政府嚟，美國就係一個聯邦政府啦，一個 federal government 啦。federal 嘅意思即係一個有仍然係實體嘅組織，不過咧係組織入邊嘅成員咧個別都係有呢個高度自治咁高度自治嘅意思，咁我哋香港人就知啦，港人治港咁澳人治澳，家人治家咁。其實我哋講緊嘅所有發展咧，其實就係戰後嘅世界發生。咁如果你放喺呢一個咁嘅歷史空間度睇咧，其實英聯邦嘅瓦解同嚴格嚟講未完全消失嘅，咁但係而家我諗都好少人提呢個英聯邦呢樣嘢啦。咁而當時英聯邦嘅真係慢慢走向名存實亡，用呢個詞語就啱，就係呢個英鎊區呢個 Sterling Area 嘅結束。咁其實 Sterling Area 喺60年代尾，即係英國自己嘅經濟危機時候咧，就已經係冇咗噶啦。咁但係真係去到完全大家喺貨幣政策上邊完全獨立運作咧，冇錯啦，就係 Nixon Shock， 即係呢個金本位都結束埋之後，咁1973年正就係呢個時刻。所以好多時如果你將平行時空下邊發生嘅事情擺埋一齊睇咧，咁就又可以見到，咦係呢個就係嗰個
整個環球嘅嗰個文化嗰個土壤嘅一個變化。我諗亦都喺呢個時候，當時嘅澳洲本身嘅統治精英都要諗，咦，我哋冇可能再靠呢一個即係英聯邦嘅身份可以維持得好耐，咁不如係時候要建立一個澳洲嘅我哋所謂嘅 self identity， 即係佢哋自己嘅澳洲人究竟是什麼？澳洲人呢個民族係咩？咁其實如果咁講咧，澳洲嘅呢個身份認同咧個建立咧係嚟得都幾遲，遲到一個地步，其實同我哋你話香港人嗰個身份認同係幾時慢慢建立起上嚟？其實亦都係70年代開始，我哋先至慢慢係唔會話啊，我係潮州人，我係福建人，我係東莞，我係咩四邑開平，我係台山，我哋係香港人，即係會話我哋係香港人，其實就係呢個時代咁再加埋當時有流行文化啦，又有電視睇啦，越嚟越多人有電視睇啦，應該話開始會追明星啦，開始會有一啲真係每一日會電視送飯啦。其實澳洲如是，香港如是，美國如是，周圍都如係咁。咁呢個我諗就係由嗰個時候開始咧，其實反而好奇怪，亦都係由呢個時候開始，我哋先至講歧視，即係。因為當你有咗一個身份，我要確立，這就是澳洲人啊！澳洲人就係乜嘢？咁有一班人發覺，咦，我明明合乎呢個條件，合乎你呢個所謂澳洲人嘅定義，但係點解好似我得到嘅待遇同其他人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諗，呢啲社會嘅轉變係通常嚟得好長時間、好慢嘅，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啦，所以。即係帶翻去頭先嗰個問題啦。你話50年啦，好到而家啦，咁一啲本來曾經存在住嘅一啲咁嘅差異，究竟有冇消除咧？嗱，我見到大寶你準備嘅嗰個資料咧，就話喺份報告入邊咧，呢個種族歧視專員呢個西亞拉曼佢話。普遍歧視係根深蒂固 ，deeply embedded， 就唔係單純嘅普遍存在嚇，即係唔係話你日日都見到啦咁，而係佢係有盤根錯節嘅各種嘅緣故。咁呢一種咁嘅講法咧，我喺美國就好經常遇到嘅，即係啲人話我哋要睇歧視，你唔好淨係睇自己嘅個人感覺，我哋要睇下社會制度，睇客觀數據，即係似乎我覺得佢係想從呢個方向去剖析佢個問題。咁當然啦，即係我又試下做下 devil's advocate 啦。其實係咪佢即係純粹係嗰啲左膠啊？我而家 air quote 緊㗎，即係左膠括好括住嚇。佢係咪嗰啲咁嘅即係進步主義思想影響之下就？總之見到人不是絕對平等，就是存在歧視嗰種咁嘅諗法咧。嗱，我就覺得西亞拉曼咧，我都有聽過佢全國記者俱樂部即係去演講咧，佢就唔係即係左到極左嗰啲人嚟嘅，佢都係即係比較 sensible 一啲，即係大家都應該係和平共處嘅一種，即係唔係話要從河到海嗰啲咁樣啦嚇。咁即係我諗回應翻三文你咧，即係其實嗰個根深蒂固咧，就要講翻，即係又要講翻一堂歷史課，即係澳洲嘅歷史。即係大家都知道第一艦隊啦，1788年登陸呢一個雪梨之後，然後就係英裔人嘅天下啦。咁然後就佢哋去即係啲原住民啦，殘殺啲原住民嗰啲就即係我哋好輕輕帶過先啦。即係當然係好嚴重嘅。咁然之後去到好似阿戴蒙咧，Jared Diamond 講嘅 Upheaval 裏面講，佢話佢嘅觀察澳洲嘅國族嘅身份 identity 第一次可以 build up 到出嚟嘅咧係咩咧？係1914年加拉普利喺土耳其幫英國澳紐聯軍去打呢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打輸仗。咁嗰一次咧，即係然後就做咗 Anzac Day 啦，即係澳紐軍團日啊，即係每年4月25日都去紀念即係呢啲為國捐軀嘅一啲嘅軍人。係佢咧，即係戴蒙咧，佢就係話澳洲嘅國族就喺嗰時去標出嚟啦。好啦，問題就係嗰時嘅澳洲國族嘅人係咩人咧？英裔人。
就好少其他族裔嘅，當然有猶太人啦，第一艦隊都已經連埋猶太人嚟㗎啦。好啦，咁啊跟住你再繼續去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完咗之後開始要引入移民啦，咁啊開始有啲即係意大利嘅移民，即係喺意大利活不過嚟，即係活不過去，咁啊不如嚟澳洲闖下天下啦。咁啊開始有啲希臘啊、意大利嘅移民，但係同時間咧英國都推行咗一個嘅10磅移民計劃，俾10磅咧就可以嚟澳洲定居，又不如去打你嘅工，去即係建立你個澳洲夢。嗱，其實澳洲有總理咧就係嗰啲10英鎊移民嚟嘅人嚟嘅，Tony Abbott 啊，阿博特就係10英鎊移民嚟嘅一個例子嚟啦。咁啊一路去到即係73年啦，8號政策結束，好啦，嗰時嘅國族咪就係歐裔人咯。然後你先至即係當然有啲限制移民法啦，或者係淘金熱嘅時候去排擠啲華工啦，咁嗰個係歷史啦。你73年之後先重新引入一啲東南亞裔嘅移民入嚟嘅時候，你其實你嗰個國族已經係繼續係英裔人，同埋一啲會侵你玩嘅，即係已經識講好流利英文嘅意大利或者係希臘嘅移民。你其實你連埋嗰個制度啊，即係我諗西亞拉曼咧講咧就係個制度啊。佢另外一個幾有趣嘅觀察就係話，喂，其實咧我哋啲大學咧種族歧視嚴重咧喺個制度上面。佢話嗱，1901年澳洲聯邦建立，有一堆大學咧喺1901年之前已經成立啦，即係嗰啲係跟緊英國嘅 system。咁英國嘅 system，咁佢個排外性咪就係你嚟讀書，你嚟大學度打工，你跟我嗰個英式嘅玩法咯。即係我諗亦都係引申到可能係譬如話好多人咧，即係香港人咧移民嚟澳洲咧，或者新移民咧，佢哋嚟打工咧，或者我好勁㗎，我喺 iBank 做㗎。喂，但係澳洲啲公司唔蘇你喎。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你冇 local experience。嗱，呢個咧同美國就爭好遠啦。美國係非常之吸納啲冇 local experience 喺外邊好叻嘅人。呢個我哋曾經都講過話，即係澳洲嗰個經濟產業相對比較冇咁複雜啦，或者嗰個如果你真係用數據量化嘅方法去衡量嘅話，就嗰個經濟複雜程度係排名甚低啊。我諗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即係涉及到呢一個人口組成同埋嗰個教育嘅嗰個制度嘅問題嘅。其實如果你諗翻轉頭，去到最後有啲地方點解好似即係國家又唔係大啊？即係澳洲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嚟嘅，無論你以領土計又好，以人口計又好，雖然好集中喺城市啦咁但係你如果咁睇咧我諗喺過去咁多年嚟，你話澳洲政府有意或者無意，其實佢唔係唔知道有一種深層次嘅呢個咁嘅缺陷。當然後來越嚟越多證據，越嚟越多人哋又唔係特登針對你去做嗰個研究，咁但係研究又再一次證明，好似呢啲融入嘅政策其實唔係太過成功咯。即係變咗我記得我哋都討論過話，即係因為啲新移民入嚟話就話讀書入嚟，但係最終都係走咗去做啲好基層好體力勞動或者係出賣時間嘅工作，可能揸下 Uber 咁樣啦。咁個現象其實都反映其實呢個integration 唔係咁有效。如果唔係，你唔會出現一個咁普遍嘅一個現象啊嘛。觀察得到就普遍嘅啦。咁頭先我哋咪話即係根深蒂固同埋普遍存在。其實當你一樣嘢係根深蒂固嘅話，你個結果咪普遍存在咯。即係一個似乎係個因，一個係個表面上嘅結果嚟。如果咁講，好啦，嗱，即係報告嘅作用都係反映問題嘅啫。咁但係佢背後有冇一啲建議話，嗱，即係而家我哋就有呢啲問題啦。咁有冇建議點樣做咧？同埋嗰啲建議係咪真係可以喺現實中執行到嘅咧？我覺得現實好難執行到嘅。報告咧就冇咩建議啦，或者大保冇去涉獵呢一方面啦。其實好多即係我諗個根深蒂固咧，即係除咗由大學引申到出嚟啦，即係我哋頭先講打工嗰啲 local experience 啊，或者一個經典嘅例子啦，即係好多學生即係我哋叫做high school certificate 即係入大學之前嗰個即係叫 DSE 啦即係香港嘅 DSE 考試出咗。
狀元，然後跟住就自然就係一啲精英學校啊、啲私校啊，不如影啲相出嚟啊，然後登報紙耀武揚威。下面嘅 comment 係咩咧？咦，啲澳洲人去晒邊啊？嗱，呢一個咧，即係我覺得係已經係一啲隱性歧視。喂，嗰啲人嗰啲即係亞裔黑頭髮嘅學生喺度出世㗎，你起碼要 PR 先可以讀到啲精英學校㗎。你喺度話啲澳洲人去晒邊，即係言下之意，你覺得嗰啲黑頭髮嘅唔係澳洲人咯？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樣，即係我諗係已經係根深蒂固嘅文化啦。嗱，另一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好有趣嘅就係530億澳元嘅產業，就係第4大嘅出口產業啦，除咗煤礦啊嗰啲之外啦。問題就係，喂，澳洲啲大學唔去諗辦法去處理呢個種族歧視嘅問題咧，就會久而久之咧就變咗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講嗰間叫咩澳牛啊或者九記咁樣喎。嗱，又收你錢啊，即係收留學生嘅錢，但係你又話啲即係個環境又唔得啦，即係又跟住又鬧啲客啦。喂，咁好唔得喎，即係搞下咧。即係會唔會丟失咗？喂，你又啱啱最近咧，即係澳洲嘅簽證咧就加咗錢啦。即係如果你係泱泱大國，我唔講走錢啦，我想學以致用學一門好手藝喺大學。喂，你個簽證又咁貴，你啲學費又咁貴，你啲大學排名又唔夠英國嗰啲，點解我唔去英國咧？係啦，去英國係咪真係出路好啲咧？第一個問題就係、係第二個問題就係、我記得我哋都講啦，澳洲嘅產業出口其實有少少變相掛羊頭賣狗肉，即係好多人嚟讀乜都好啦，重點都係希望最終可以留低嘅。咁但係嗰個唔銜接嘅地方，似乎就係、即係有少少似而家你話香港要搶人才，咁咪好多嗰啲咁嘅高才通，但係結果嚟到唔知做乜咁樣嘅，好似澳洲都有類似嘅問題咯。如果咁講，澳洲仲多一重添，你冇發現香港嗰啲高才通騙案嗰啲 cert 大部分都係嚟自澳洲嘅大學咩？係咁呢個好明顯就係呢個出口產業都幾成功啊！係地下出口產業係。好咁但係學以致用啦，我覺得澳洲即係如意算盤打唔響啦。我哋成日講樓價即係咁飆升，你應該要建築工人噶嘛？建築工人係咪真係個個都需要讀 U 咧？嗱，南亞朋友咧就醒目啦，真係去讀嗰啲職業先修。就唔會好似泱泱大國嘅喺唔係喺度讀 U， 讀完 U 之後就人浮於事咁樣。好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究竟大學有冇一個動機即係氹翻掂啲客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即係佢哋叫做咩咩叫做想做，但係好多掣肘嗱，因為咧政府有好多嘅政策啦，即係譬如話譬如話我想融和啲嘅 harmonize 個環境嘅，咁然之後咧，跟住政府就話：喂，我依家咧留學生咧，我要減簽證喎。你哋啲即係 fee paying 嗰啲學生咧會少啲嘅，你自己諗掂佢啊。咁於是乎咧，啲大學又好慌啦，死啦！我又洗濕咗個頭，我請咗咁多人，然後你叫我 cut budget，我 cut 唔到㗎噃。咁呢一個咧又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即係究竟。我諗學界都係一樣，學界好多咧都係好即係個意識形態比較理想化咧，所以其實早幾年咧，唔係呢幾年咧應該咁講啦，即係反猶太嘅浪潮咧，佢最主要咧就有兩個途徑，一個就喺傳媒啦，另一個咧就喺大學，即係我哋唔講紮營啦，但係即係大埔都識得有啲係猶太嘅學生咧，即係俾人即係直頭。好似宗教裁判所咁樣啊，即係幾乎要綁住佢，要燒佢咁滯啦。咁當然啦，即係冇咁嘅事啦。如果唔係，就已經大家見到報。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咁樣嘅即係歧視，又有啲可能係大學有意無意助長咗喎。點解咁講？因為嗱，譬如果你話意識形態，我哋要大愛，我哋要我哋要支持下，即係喺中東某一個族裔嘅人，咁然之後咧就自然咧就會即係另外一啲人咧就會可能係被唆擺咧就歧視啦，例如猶太人咁樣啦，咁就被歧視啦。咁但係大學又好似放軟手腳不作為，因為其實大學咧所有都有 policy 就係話你 anti-bully anti-racism 要舉報咁樣。嗱，呢一份報
告咧就話俾大家知咧，係大學係有舉報機制嘅，不過咧嗰啲受訪者話70%目睹或者親身受過歧視咧，但係喂，大學唔係有機制係反歧視或者去舉報嘅咩？得6% 嘅受訪者認為係會去投訴嘅。點解得6% 咁少咧？就係因為有6至8成嘅即係呢啲咁樣嘅投訴嘅，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穆斯林嘅教職員啦，佢哋話有6至8成咧對於大學處理方法咧好不滿啊！即係譬如咧可能係2次傷害啦，可能係即係然後跟住你又結案收埋咗喺櫃桶底不了了之啦，最後即係都係冇處理到嘅。咁如果個機制係咁樣嘅話，我做咩要趌個頭出嚟去即係去投訴去舉報咧？所以點解出嚟嗰個嘅 survey 就係得6% 嘅即係被歧視的或者目睹過歧視的朋友咧，係選擇去遵循呢個即係大學嘅途徑去舉報。不過呢啲所謂舉報投訴或者唔好話舉報或者投訴啦，處理 grievances 啊，即係處理呢啲嘅不滿嘅一啲方法咧，即係有陣時你可能可以就住單一嘅事件去調查。咁亦都好多時調查係不了了之啊，冇乜結果啦。因為講真，我哋都識講啦，即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委員會，即係最大嘅分別就係你搜證啊，你嗰個傳召證人啊，你係咪有一定嘅即係搜證嘅能力呢啲等等都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你都係就住個別事件咧。如果你諗下有啲即係頭先講話根深蒂固，我都唔知要數到幾根深蒂固啦。因為你剛才提到係啦，系統上，你頭先講到猶太人同埋可能巴勒斯坦裔，你諗翻轉頭，佢哋嘅矛盾衝突其實就唔係喺澳洲發生，亦都佢哋嘅嗰個矛盾有啲人話哇上千年啦，咁啊唔使數到咁遠嘅，即係唔使數到去即係咁遠古嘅歷史嘅。其實最主要你都係近代史嚟嘅啫，個重點就係呢個又翻去20世紀初佢哋猶太人嘅立國運動，咁巴勒斯坦人即係其實喺同一個地方上邊，不過係另外一個宗教、另外一個文化背景。其實你話猶太教嘅文化背景同埋穆斯林嘅嗰個文化背景，佢哋當時身處嘅時空，佢哋喺好多例如語言上邊生活習慣上邊，咁慢慢梗係分支咗出嚟，亦都因為歷史嘅因由，咁呢個都有嘅。咁但係即係唔係純粹話，因為有啲人話，即係呢啲就係當年啲歐洲人，即係啲白人刻意製造嘅矛盾，令到佢哋容易啲統治啲即係山高皇帝遠嘅地方。咁我亦都唔排除有呢個咁樣嘅考慮嘅，當時真係。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轉頭咧，有好多可能表面上係種族問題，但係背後其實可能係一啲政治矛盾嚟嘅。即係猶太同巴勒斯坦近年嘅嗰啲矛盾喺美國都好嚴重㗎。咁而我自己一個觀察啦，即係可能我作為一個東亞裔嘅文化背景長大嘅，就會覺得反對以色列嘅行為就會被提升到為係反猶太人 anti-Semitism 或者即係呢個直情係一個種族嘅議題。我覺得呢度多少都係有將一啲將嗰個概念慢慢喺度轉變偷換嘅，甚至乎因為種族歧視喺美國已經變成一個大家公認係唔應該嘅事，咁變咗其實我只不過可能係反對以色列做某啲嘢咁先講啦，咁就會俾佢哋提升到係你即係反對我哋呢種人，其實某程度上咪就同我哋話支持香港人，然之後就俾人講成反華一樣啫嘛。你諗下，即係我哋就當然處於個境況有啲唔同，但係我其實有陣時幾唔中意 race card 呢個，即係乜嘢都提升到去種族歧視嘅層面嘅講法。我又唔知道個7成入邊有冇某程度上亦都被呢一啲即係不斷打 race card 嘅人去濫用咗種族呢個問題。
其實都唔稀奇嘅，又或者係我諗澳洲人咧，即係坦白講，國際視野咧係比香港人咧係有啲落差嘅，所以變咗佢哋好容易會 stereotype 咗，即係應該話歧視都係首先係非我族類，然後跟住再 stereotype，然之後就即係加鹽加醋噶啦，即係等於即係你大學行出嚟，你即刻衝去食一個麻辣燙嘅，你應該係嚟自泱泱大國嘅朋友啦，即係啲嘢食材唔新鮮啊，即係雪咗2個月嘅魷魚都唔緊要嘅，你攞啲麻辣嘅湯底就 OK 嘅啦嘛，係咪？即係然後清雪櫃噶嘛，好啦，咁呢個咪 stereotype 咗咯。咁然後跟住，哇！你食嗰啲即係唔同嘅感情咖喱咁樣嚇，即係一有12兜嘢，跟住任你筆嘅你係應該係嚟自南亞嘅朋友。喂，但係南亞嘅朋友，你都有好多唔同嘅咖喱㗎，即係你嚇 Rogan Josh 同埋呢一個 Butter Chicken 都唔同㗎嘛。咁所以呢一個係究竟係點樣去如何教育澳洲人，即係由細到大係首先第一係認知澳洲嘅國籍身份啦，即係阿 Jared Diamond 講嗰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去唔係包容啊，包容已經係下一步。首先係認識唔同你同一個族裔嘅文化。即係原來咧，泱泱大國人咧，即係中意食水煮魚嘅，食麻辣燙、食酸菜魚嘅，食晒啲元素周期表嘅。咁樣咧香港人咧就食得好嘴刁嘅，即係唔係 Noble 咧，唔係嗰啲咩世界排名第2嘅扒房咧都唔食嘅。原來美國人咧就粗枝大葉嘅，即係唔係當然係呢個飲食文化啦，但係起碼有一個認知。係啦，認知咗之後，你先至開始去即係就佢哋包容啊，即係等於你翻工，可能有一啲穆斯林嘅啱啱就過咗呢一個拉麥丹，喂你都會醒水啊！拉麥丹佢要禁食嘅時候，你就唔好攞啲下拉豬出嚟喺度引佢啦，係咪？我諗呢個歸根究底啦，即係最根本嘅層次就係你話要做到我哋所謂嗰啲Sigma color blind 咁啊，color blind 嘅意思就係你對一個人嘅時候，你唔需要理會佢嘅種族嘅。呢個係唔可能，即係哪怕你話嗱，我舉一個最極端嘅例子啊，你就算上網打機啊，你上網打機，你其實可以係唔知道對手係咩人噶嘛，咁但係你打機嘅時候，你都會溝通啊，你都會開個咪講，即係喂，真係死佢啦，頂做咩啊你？咁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有呢啲語言上嘅溝通，你只要一涉及到有溝通，大家用嘅語言或者大家都就算係講英文都好啦。你話你隔住個 mon，你聞唔聞到對方係一個咩人咧？都係一定多少你都會，你就算你有意識地未必識分咧，你下意識地你都仲係會感覺到有啲唔一樣。咁啊，即係講嘢嘅時候嘅嗰個 framing 啊等等。咁所以你話一遇到唔同嘅文化，有啲人話你唔可以 stereotype，咁係嘅，即係可以係，就算你語言上邊有分別，但係可能背後嘅價值觀背後嘅一啲世界觀三觀即係所謂人生觀其實可能好相似，好匹配咧。但係因為就係頭先講，你普遍地你都係會感覺到嗰個分別㗎嘛，即係你要消除所謂消除啦，但係即係你要去面對一個社會，你得2個選擇，一係咧你就將所有人都建立一個新嘅民族身份認同。其實反而我覺得呢樣嘢就好危險。咁如果你係走另外一個光譜嘅另外一個方向，就係我哋繼續擁抱多元，擁抱不同文化。當你話要擁抱多元、擁抱不同文化，你就必須要接受其中一個代價，就係呢啲唔同嘅文化、呢啲唔同嘅習慣當中一定有一定嘅衝突。有陣時啲衝突又唔係刻意做出嚟嘅，即係我哋啱啱即係真係咁啱得咁巧啦，即係過去嘅一個星期啦，喺另外一個節目，喺另外一個頻道講聲你聽，就都講歧視嘅問題。咁呢個歧視嘅問題，即係順帶喺度講下，就係講即係 AirAsia 有個乘客就投訴香港有個地勤就唔自認係中國人，咁然之後消息就話呢位地勤之後就係被炒啦。咁當然大家越揭越多啦，即係就發現呢位乘客check in 咗行李之後，又話自己唔舒服，唔想搭飛機啦，唔該幫我啲行李攞晒出嚟啦。咁唔知點解隔得一陣間之後又話我而家又舒服翻啦，我又 check in 翻先。咁嗰位地勤就話咁如果係咁，我就將你排到最後噶咯喎。即係我諗排到最後嘅意思就係可能佢話唔
check in 嘛，咁我咪 release 你個位咯。喂，大佬 AirAsia 每個位都係錢嚟啊！我哋而家又要 check in 翻啊，好睇下仲有冇位先。咁但係有位俾你上啦，即係我諗大概意思係咁。咁我諗呢位乘客當然就意識得到佢自己搭緊嘅其實係一間廉航啦，以為自己俾咗錢就係大晒啦，因為大家可能對於服務業嘅標準唔同啦，唔知點解講下，即係其實呢個本來呢啲好客觀程序上嘅問題，講下又話你係咪中國人啦？即係又係我就係話點解我最憎咧？下就要將呢啲種族身份認同擺到咁高，你係中國人你就應該幫我咁。然之後我諗嗰位地勤亦都係即係我唔知係因為面對住西客，定係因為面對住嗰位係一位即係你係咪中國人嘅客，可能兩個定義都係一樣啦。咁但係佢就回一句我唔係中國人，咁就哇！即係嗰個西客就即刻將件事就提升到你唔係中國人你明明講中文話自己唔係中國人而家唔得啊！呢個你 AirAsia 與全中國人作對，即係老實實呢個位想講下粗口，但係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問題就係唔發生喺我哋身上咧，我哋就可能比較可以抽離少少，比較冷靜少少咁去分析，就係究竟即係所謂嘅70%人話自己俾人歧視，當中有冇呢啲就係你係咪中國人？即係我唔係淨係指中國人嗰個，即係或者可能係其他嗰啲你係咪猶太人？你係咪巴勒斯坦人？係咪即係可能？本來個問題未必關種族事，但係最終都俾人拉咗去種族上邊，即係呢個情況咧，就對於一個多元社會啦，對於一個即係大家和平共處啦，其實係絕對冇好處。咁但係我覺得嗱，又咁講啦，最後啦，大寶以你個人嘅，即係我哋翻去，始終都係大家最容易明嘅。以你個人嘅經歷，其實有冇都真係遇過一啲你自己覺得，唉？係㗎啦，好唔公道，因為你久唔時你都會講下，即係澳洲嘅白人其實都仍然有一種優越㗎嘛，即係哪怕好似睇落去唔係太過優越，但係點解佢又可以做到呢啲咁嘅位置嘅咧？你自己有冇呢啲咁樣嘅感覺嘅？我會合乎中道啲咁樣去睇嘅，即係嗱，頭先我哋之前嘅討論都有講啦，我哋會以為啲即係白人佢哋嘅數學比較弱啦，即係可能 East Asian 或者南亞嘅數學比較叻啲啦。咁其實有辣有唔辣嘅，可能我哋嘅數理可能係叻啲啦，即係我哋 PISA 嗰啲報告嘅字，數理係叻啲，但係我哋嘅英文嘅溝通用字係冇即係與生俱來嘅白人係用得咁好嘅。即係你叫我哋去睇下即係議會嗰啲嘅咩 Q&A time 嗰啲，即係佢哋係可以出口成文嘅。我諗我哋係要花啲嘅功夫，即係就算你日日去同啲白人去溝通講生意即係講波都可以嘅。但係你去到呢啲要去你即時諗到去揀一個應該最 appropriate 嘅用字又噏出嚟即係 public speaking 咧，即係 Q&A 係即係 Q&A time 一定係 public speaking 得嚟係冇稿噶嘛，即係或者可能有少量稿。嗱呢一樣嘢咧，真係有分嘢嘅。咁但係咁係咪即係 dead 啲 sense 咧？我又覺得唔係嘅。不過你會好明顯感覺到，即係如果你係亞裔啦、東亞裔咧，你喺澳洲要出人頭地咧，你係一定會比白人咧要花多一啲嘅精力嘅。咁即係始終都係啦，即係正如頭先所講，有啲朋友都建議，我諗亦都呢個今日呢一集最後嘅 take away 啦，我哋好多而家嘅香港人，咁甚至乎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我哋都身處緊喺香港以外嘅地方，有啲住咗好多年。有啲可能係近年先至去一個新嘅地方生活，咁遇到有文化上嘅差異，即係首先我哋自己都要有一種意識，就係其實就唔係 personal，即係唔係針對你個個人。咁又話仲死係咪即係針對晒我哋所有人或者係咪本來嗰啲人佢睇唔起我哋咁？我見到早排好似都喺網上見到有一個喺 Instagram 見到有個人話，因為佢喺英國嘅一間 cafe，咁就唔知可能覆緊 message 定乜啦，咁就用語音輸入。
咁就對住個電話講廣東話。咁然之後隔離台就有個人咁冇指明嗰個人係乜嘢人嚇，咁話即係講英文，咁即係 speak English 咁然之後嗰個人就話咁我又唔係大聲咁，我講邊，可能唔知佢係咪大聲成啦嚇。總之佢就覆咗句就係你要我講英文冇問題，我識講英文。咁但係我講英文嘅原因就因為你只係識英文咯。咁但係我唔講英文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唔係只係識講英文。咁當然佢最嬲嘅地方係即係唔係話有人即係你話係咪即係俾人挑釁你一定嬲啦？佢話即係佢嬲嘅就係因為我講我自己嘅廣東話俾人咁樣當眾地去質疑呢個真係嬲啦咁。咁但係我諗真係 don't take it personal。你又唔知道嗰個人自己遇過啲乜佢亦都可能唔識分廣東話、日文、韓文同埋中文。咁然之後可能佢自己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 rude 嘅，咁係一個好 rude 嘅事實。咁但係係咪真係種族歧視咧？就真係當事人自己先知啦，即係嗰個講呢句説話嗰個人先知。哪怕都係都好啦，咁一定有咁嘅人咯。即係你要接受喺某個地方一定有所謂嘅主流文化同埋非主流文化。我哋永遠都係處於一個非主流文化噶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將自己嘅文化咧能夠好成功地輸出融入到嘅。咁當然要有各種嘅策略同包裝啦。咁你睇日本、韓國都好成功地將佢哋嘅文化向外輸出。咁我哋都即係作為離散香港人都要即係好好深思呢個問題咯。咁與其就話我要你制度上幫我改變咗嗰個歧視嘅問題，就倒不如我哋諗下點樣主動去令到我哋嘅文化係有一個即係不特止係被人接受啊，甚至乎係被人哋去嘗試有興趣去了解去學習。咁不如我哋今日係啦，所以好似嗰啲咩抖音嗰啲咩啲鬼佬好中意啲某國文化嗰啲咁樣話，我要飲熱茶嗰啲，咪又係一個文化輸出咯。係啦，佢哋當佢哋都識得做呢件事嘅時候，咁我哋都要問下我哋香港人有啲乜嘢文化輸出？除咗永遠停留喺咖喱魚蛋雞蛋仔，即係唔係貶低呢兩樣嘢。珍珠奶茶都令到台灣係喺國際地圖上面多咗好多 presence，咁呢個係好成功嘅，所以唔係話即係。唔係純粹即係話，即係永遠停留喺雞蛋仔同埋咖喱魚蛋就係不長進，唔係咁嘅意思，真係唔係咁嘅意思。但係我哋都要諗一下，即係雞蛋仔似乎都係輸出得幾成功，但係咖喱魚蛋就真係重咗口味啲同埋比較貴，係好貴嘅係。咁但係都要考慮下，有啲人嗰個即係口味上邊未必係咁容易接受一啲重口味嘅嘢噶嘛。咁我哋咪諗下我哋香港人仲有啲乜嘢嘢？即係日本人都唔係淨係得壽司同埋拉麵啦，韓國人都唔係得劍巴同埋邊邊巴啦。即係仲有冇其他嘢咧？我哋係真係可以即係都出一分力。咁同埋出一分力嘅同時，話唔定當中有商機咧。呢啲文化輸出都係產業嚟噶嘛。即係做大個餅，好老土嘅講法。咁但係即係當香港文化變成咗一個現象，多咗人係覺得我想了解多啲香港文化喎，幾得意喎。咁我哋作為即係真係土生土長香港人，有呢個香港文化嘅基因，其實都一樣係會受惠，即係可以用呢個角度去諗。好啦，咁我哋不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好多謝大寶呢個題目，咁亦都好多謝各位嘅收聽，各位嘅時間。咁我哋下次再會，再見，拜拜。